据新华社8日报道，维吾尔自治区当局今年计划总投资超过20亿元，于年底前建成 5G 基站4897个。中国当局已将东突厥散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已引起国际社会批评。当局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对东突厥散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穆斯林进行监视。在高科技、低科技监控的手段并举的环境中，东突厥散实际上也成为了一个无形的监狱。观察者普遍担心，中国使用5G 技术将加强针对宗教和少数民族团体的压迫。当局表示，今年底5G 基站可实现乌鲁木齐主城区连续覆盖，其他地州市有5G 网络覆盖。美国国会共和党星期三发布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议对践踏人权的中国共和党高员实施制裁，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汪洋。美国共和党团认为，在香港和维吾尔人权危机面前，期许中国民主化的想法已经被证实无效。美国应该捍卫其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对中国官员及政府部门实施严厉制裁。这份报告书全名为《强化美国以及应对全球威胁》。发布该报告书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由共和党内150名众议员组成，是众议院内规模最大的党团。报告书针对美国的主要威胁提供分析，并且提供具体的应对建议。报告书列出一张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图，并且在其认为美国应当制裁的部门或人物旁画上红叉。图中建议制裁对象包括中国政治局常委汪洋、韩正、政协副主席夏宝龙、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中联办公室主任骆辉宁。报告书建议制裁的政府部门则包括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其属下的海外联络局、台湾工作办公室、香港工作办公室、国家宗教事务局。推特周四移除了超过17万个账号，这些账号大多在推特上发布与特定中国政府政令宣导相关的内容，主要包含的香港示威、武汉肺炎疫情与台湾。根据推特官方博客的报道，他们关闭了23750个非常活跃的账号，这些账号是主要负责发文的主体。另外，与约15万个协助散布相关政令宣导内容的账号则负责扩大讯息的覆盖范围。尽管推特在中国已被禁止，但该网络平台已成为中国政府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为自己辩护的论坛，例如香港、维吾尔、集中营和强迫劳动、台湾、西藏、人权、南中国海、武汉病毒和中美贸易战等。澳大利亚智库分析指出，中共从来不允许其人民使用推特，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利用推特在国际社会推销他们的宣传以及散布不实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如果推特想要打击假信息，应该首先要关闭污蔑中国的推特账号。朝鲜外务相李善权12日就朝美首脑新加坡会谈2周年发表谈话说，朝鲜对美国的对朝政策感到失望，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以应对美国长期性军事威胁，将其作为不变的战略目标。李善权表示，朝美首脑会谈2年来，朝鲜最高领导层为了重建朝美信任做了努力，但是美国口头上赞同改善同朝鲜关系，实际上却加剧了紧张形势，把朝鲜半岛变成核战争幽灵始终徘徊的全球最大热点地区。李善权最后强调，朝鲜日前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7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宣布进一步厚实国家核战争遏制力，以对付美国的长期性核战争威胁。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签署了一系列有关警察改革的方案，其中就包括禁止警员以恶警等手法制服疑犯，针对执法人员涉嫌暴力对待平民。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
周五签署一系列要警察问责的措施惩罚，包括允许查询警方长期隐瞒的警员纪律记录。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以膝盖压颈致死，引爆全美各地的示威，已产生影响。该法案被称为最激进的警察改革。